呢一日陽光燦爛，有市民一早嚟到桑果園感受採摘嘅樂趣，一家大細樂也融融。第一次現場摘桑果，摘邊種會比較好食？摘深色嘅好食，好甜，幾好啊！小朋友都幾中意啊，接觸大自然啊嘛。園內種植咗超過70畝嘅桑果，由於今年天氣比較好，冇極端嘅天氣，所以一棵樹就能夠生產出大概20至30斤果實。近年果園依靠花都區農技推廣服務驛站以及廣東省農科院蠶業與農產品加工研究所嘅最新科學研究成果，不斷改良種植品種同種植技術。好似呢一片區域種植嘅就係粵粲大十桑果品種，大大粒，花青素係一般桑果嘅2倍，而且汁量多，冇核口感好，深受市民同遊客歡迎。但原來提供營養俾桑樹嘅係大有學問。因為每棵桑果樹咧，佢吸收嘅營養係有限嘅，所以咧我哋要控制每一棵桑果樹嘅嗰個營養數量，會將一啲比較粗嘅一啲桑果樹咧，就令佢有多啲嘅呢個樹枝去產更多嘅桑果。一定要掛果率比較高，並且佢哋嘅質量一定要好食，肥料啊，配合科學嘅配比，去提供每一棵桑果樹足夠嘅營養。